羅總統是提出普發現金1萬塊的政策，也毋過即馬勞工團體所認為講，這袂當對根本來解決計薪水的問題，所以因要串聯各工會團體呢發動罷工的投票，透過這款方式為勞工來爭取加薪，同時也閣有提高雇主的提交率。全國大家興，勞退15%，勞退15%。勞工團體大聲發出訴求，要爭取更較好的退休保障。頂一日，羅總統提出普發1萬的政策，勞團認為這袂當對根本解決計薪的問題。親像阿薩希工會就指出，因員工的底薪去年來是停佇2萬4至2萬7，就要考過各種津貼節約的過上低工資。為了要爭取加薪，已經發動罷工投票第4天，投票率有超過70%，拍算依法提到罷工權來要求企業有趁錢應當要甲員工共同分享成果。公司提出了一個做法，竟是將我們原本的在年終的發放獎金挪移2個月平均併入我們的底薪裡面，並以宣稱愛學序的員工底薪已經達到3萬元以這種方式來欺騙我們所有的員工除了加薪，還有退休金不足的問題。勞團要求政府要加懸勞退薪資雇主提交率，嘛批評政府和企業直直引進加薪的移工，連帶台灣勞工的薪水嘛救不起來。因這個政府獨立自封，要求政府根據就業服務法停止企業引進移工，必須依據就業服務法，不予核發招募許可、聘僱許可以及展延聘僱許可之一或全部。針對已核發的這個招募許可，可以終止引進。目前阿薩希工會、美工工會、甲中華電信工會攏已經啟動罷工投票。勞團表示，因嘛當地繼續串聯無共產業工會來發動罷工，有過10月會有集體行動，希望政府解決合理加薪甲退休金不足的問題。記者盧尚如、鄭俊堯台北報道。